当初啊，我写一条每组，因为我背景比较特殊，就是妈妈是新住民，我就刚来从小的时节看到她，定爱新肚里妈妈是嘛个样式，我就赶紧写出来。阿妹嘿，因你哈干hin，伊都来的路唔强，记起松丝班，就去好事茶呗。但妈妈，我感觉伊妈嘅事情都不会呢。作业不怕么法，嘛是伊讲爱写，他是一个超人。有时间睡啊11点，有时间就该早就红诶，就自然醒来嘛。6日放假我都冇设闹钟，有时间该开的话，我就可能睡到11点。嗰早红的话，我就会带书下去看书。等我妈爱人听书的时间，我能去听书，因为很爱。阿爸阿爸。Nama saya Song Li Zhen, umur saya 17 tahun. Saya lahir di Taiwan. Mama saya orang Indonesia. 平常6點半ยัง下來，爸爸6點，爸爸5點人อยู่ลูกห้องไงด้วย同佢去課，我7點ยัง會出來同佢聽書。要聽書嘅裝好嘅，開門我都可以買啦。Halo teman-teman, saya orang Indonesia, namaku Liao Meju. Saya kawin di Kaohsiung Menong, punya anak 2. Sekarang buka warung, jualnya kue tiao. Đi hát đi chít tiệm luônอยู่hôm mai ấy nhìn hát lời chú dữ ấy, cho con chú dữ nhìn ấy sợ, yêu đó nhìn cho xe nhìn luôn ấy sợ, ấy bảo ấy vì cho anh này họ cho tiền này xe họ có kêu là có bị liều họ nạn sợ, anh này trong cho tiền xí để yêu 差唔多錢yêu hát都多幾嘅，唔過hátไป平常ไม่講啊，就嘛好生意啦，要hátไป要年假嘛，cái生意都會過好，不過我啲古來愛安尼了嘅吼，古來10班嘅。平常從安尼唔咩年假都，他冇啦，8、9點有人客啦，唔講安尼成場批去人客上門嚟，安尼咧好好做啦，唔可以講有啲盲撞，有啲都盲撞安尼啦。因为班上女生很多都会化妆，也很爱漂亮，他们都。因为我之前就会购物，对这个外表就更加注重，对啊，因为以前会被同学说嘲笑购物啊，会不认啦，我就有一点阴影，所以就立志要变成要变漂亮。妈妈的几多乳液啊、保养品嗰度，妈花几多钱？其實一下想起來嘛冇乜嘅啦，因為大家都嗰係個幼稚，唔過一下就會真是就會愛漂亮啦。
安尼有开办的厅，像已经开的30年差不多。啊，像遐个现在迄厝内阿嬷个是一个用到也嗨。安尼有卡，主要迄买办的啦，太家都规好是办的。啊，遐个迄系妈，伊行做买煮，太家拢第二行买煮。啊，遐个迄个爸，遐个迄个露台，嘿，系行伊阿线。啊，遐个迄个阿公。其实去伫遐煮的大部分都是俺妈啦，伊讲要煮啊，可能恁人他嘛过好是伊煮的饭的。那你自己呢？你会煮吗？啊，要煮啊，毋讲俺妈不爱煮。而且弟弟是那种很不像狮子座的狮子座，印象中狮子座应该就会大到，就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然后是国王的感觉。你就不应该当做工具人了。而且你板条自己煮哦？没有，我叫妈妈。真的哦？料我自己放。哦。所以你如果平常中餐的话，也是常吃家里的板条吗？吃板条。放假的话。像之前凤涵家，他是每天吃板条，他都不会吃腻，他是一个很无聊的人。谢谢。妈妈哦，活泼开朗，就明年就生发的鬼快乐，马鬼好出人功能啊，就一对客人就是蛮慷慨大方的。爸爸比较安静，可以天生的个性吧，在我印象中，也就会一个很安静，然后默默做事的人。处女座应该有一些完美主义啦，就每个东西都会摆啊脏脏，像那个一定会安尼，安尼对。你算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以前我哋呐，到那个卤味啊，就一袋偷干，一袋開菜安尼，就櫃袋安尼，我哋唔好安尼貼啊，啊本嘅貼嘅哦，如果安尼擺一張張安尼，一塊一塊安尼擺，我哋冇擺哦，佢咪重新擺過安尼，你講古模咪就安尼，所以安尼貼我哋就安尼貼嘅啊。因為從伊個牌面都代表伊樣嘅門面啦。好。伊個樣嘅門面好冇通唔會誒擺放。人講嘅面端端嘅就係，其實用嗱個學路嘅唔分用冇嘅唔會味啊，用嘅可以。因為捱會人咧就當下比方，因為每一人嘅口味不一樣，然後有人愛打胎，有人唔愛打胎啊，嗰樣係用車度打是一隻好本然看。唔吞到嘅，比方講，睇唔係打敗，唔係打敗，啲嘢會等講。係風敗係主人會變動，燙大，當係表現啦。啊，因為係動作人氣唔好，因為係本就係睇冷啊，可以見條會唔好，啊會講。係乜乜都係講啊，咁我唔會入品嚟啦。啊係咩講冇啊？好，嗰個係我嘅阿公。能鋼琴好嗎？鋼琴啊？對啊。很好啊，你很孝順啊。你有什麼好吃的，都第一個就是給爺爺呀。主要人啊，一下成長嘅時間，睇好睇壞嘅時間，主要唔會講學壞，唔會講好多嘅全部呢。你講是阿三阿四普通一般的那個壞朋友哦，捱都可以放心嘅哦，一年禮拜2年哦，也不曉得啦，我從廿8日嘅講嘛哦。nhà lâu thầy lúc chết thôi, ai gì nó lúc dông đeo, nhìn ha, ai ngày nó
雖然很健康啊，我都去做打雜嘅舌頭，加水啦、加透吹啦、舒温開啦、升温啦，我都做安尼舌頭。來家過來我都風風火火嘅都要做12年，我來20零年，你嘅半條天要30零年，應該生起來18要來啦，係啊，我老妹啊，鄉下啦，啱講係比以前加差唔多要8年就因過來，係啊，啱講以前呀加過來嘅時陣我也老公去印尼抗疫，哦。con già, hai ngày một sống đường, ngày có lời Thái Văn, ngày có lời Thái Văn xuyên lầu con. Bởi vì ngà婆婆的姐姐，她兒子有托印尼，剛好ngày過來都有講啊，有muốn ngà mọi người婆嘅講啊họ，佢họ tham dự tay ngày過來bục khá一片。อยู่อันนี้ยินสิเลยแกก็เลยก็แต่ว่ายามาม่างาป้าปาลีห้าหอมก็中医啦ก็中医อันนี้งา老公还没唔ดี做咩中医像我们那边会以外以面养的，要以我来养好了，我本人养话这样嘛，因为我日产浪嘛，天条件不好，要让我养我要以台湾的啊，问我以外人家又愿意我养我这样，又让我养我这样，我已经太老了，已经太老了，太慢了养，太老人我像我的太，伊下阿嫲會未啊，因為阿嫲會用我向認同原樣嘅，我安尼講話好啊。要怎么讲呢？一言难尽了。那时候看到梅主的时候有中医吗？要怎么讲呢？一言难尽了。说实在话啦，台湾的女孩子啊，和外国的女孩子，两边的国家思想都不一样，文化不同。有些外语的很勤劳，有些是装出来的。说实在话，有些就是说想要下来台湾，然后後面再老一些有的没有的，也是有，咩都唔會。อายุอันนี้มีเต็มเตี้ยมาเนี่ยปีจ้องไม่เอาตัวขวาล่ะช่องถุงช่องอันนี้ล่ะอยู่มาแค่สิเชื่อกงไอ้ดูห้ามยามากองอันนี้อีกอย่างไอ้ทางมันสิกี่กงไอ้ฟ้านี่ล่ะ因為佢安尼要確實安尼咩吼，但係要當係講過來吼，安尼學法嘛冇相同啊。佢要當係講嘅學法，佢都談唔識，愛講係都談唔識安尼啊。係啊，我爸爸比較會，他會解釋，啊咧嘅乜嘅一樣講一樣咁。慢慢嚟了解對方啊，叫嘛有些人啊，會有感情，出安尼想法咩？係啊。係同情啊！我哋初牙時啊，點動啊？你講我都冇看到，我講啊嘛，我話你還要看啊，播種嘅錢。我等會。ngày thô mới tụ như mình cái sự kiện cả 30 分鐘完，家嚟都見咯，入歸識庫啦，而家唔好陰講開，引用係嘅，改好嘅禪橋啦，真係講難得啦，推翻咧禪橋嗬，不僅係都比印尼嘅個好啊。ngài mồi đồng tố gì với nì nè ngài lúc đồng tố ngài cái môi gì không mà đồng tố ngài môi à vì biết ngài một môi à xả mấy đồ lai à thế tôi giá chìm chú à đây thế tôi cái bồ nhau nghe但是ngài cái lai nó hát bài à có心中啊不知福啊如果mình tôi講用錢買來嘅。我老公每禮拜講印尼話，伊都唔中意聽，我唔喜歡。伊是講我唔係本地嘅印尼嘅安尼，對嗎？有過度啦，老實講過度。因為以前有乜開始前佢唔會同佢講。
阿姨ลี้阿媽媽冇誒，買個啊，迄落杯糖都買個新聞，買個啊，你佢都會同我講。感情啊，還好，冇講這麼好，像朋友一樣這樣聊，沒有說像夫妻那麼這樣很恩愛沒有，就一般般的你啦，唔會衝人咧，然後手牽手啦，去外面那個哈，說買個其实也没有什么分配，就看谁有空谁就去做啊。就我最常做的就是大概就是晒衣服吧。其实就是说不想做，还是真的会不想做。可是因为既然都在家，然后家里又在卖面，想说多少还是可以分担一下吧。当然我也想要继续玩啊。因为妈妈也很辛苦啊，每次都就是站着就站到腰酸脚酸，每次都回到房间都在那边喊说：“我今天站了好久，一直抱怨，一直抱怨。”我同妈妈平常啊几来无卡的时间，迄因为个拄伫学校拄到嘛个神奇的事情啊，要同伊讲，要同伊分享。啊，伊有直接就唔想他啊，可是我还是会一直滔滔不绝，一直讲，就是想分享给他知道。以前我会觉得说，就是妈妈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别人的妈妈是台湾人，啊，我妈妈是印尼人。那我转来，我钱我冇来嘛，系啊，唔是啦哈，唔是这样。先弄那个呀，会搞伊啊。就很细个时间，我会觉得很埋怨自己的身份，就会觉得说，别人都说妈妈是从某岁某天啊，什么就是会把它形容的很原始的感觉，可能都是森林之类的，我就会自己就会把自己贬低成就是我妈妈是一个来自一个很低等的地方的人，自己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也是很低等啊，这时间。因为就是皮肤比较黑啊，就会有点会讲爱外劳啊。就还过些个时间，我看到，其实我听到妈妈讲印尼话，我也会觉得不开心。就是说，你不要讲印尼话了。就是我会那时候认为印尼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我会希望说你不要再讲印尼话了。就是你这样让我觉得我很丢脸。能打不能打？你哈呀好啊，伊讲哈呀好啊，伊海亚底讲鸦片哦，主要会按你凶，其实是因为就是对自己身份不认同啊，自己的心态没有去调整。那时候就真的还很小，可能就真的想没有那么多，就是别人只要一批评我，我就会自动就是觉得都是我自己的错。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唔係同學啊，就講到有一是个战斗机来轰炸印尼啊，就会针对我啊，就因为我妈妈系印尼人，伊就讲安尼的方啊，就情绪其实很难过啦。就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其实越长越大，就其实已经对印尼的感觉其实是已经很接纳，就不会刚刚讲我妈妈是印尼人，所以我觉得很自卑，还蛮给。对啊，越长越大，心境上就有个很大的转变啊。是。妈妈爱洗油诶，妈妈爱洗油诶。对呀、没办法。你这个口罩，口罩这个不要了。那你是内助，你多久要洗一次啊？1个礼拜
洗3擺。在看呢。時辰咯，可能是太閒啦。我以前都唔好去看，要買個感冒啊，我都唔好去醫院咯啊。要安尼像一般的去中藥店拿藥嘅時就安尼。啊，要過 set up 係咪？要唔識去利用 set up 啦，所以唔必要高血壓安尼啦。拜日、拜3、拜5，不停的。你这样子已经这样只剩下已经多久？去为都习惯了，没关系。什么都不做，就是聊天、喝饮料这样。我会这么是因为工作太累了吗？还是说就是真的没有时间上厕所，还是真的是营养啊？那个好清楚呢，也是可能有是以前我很胖嘛，可能有吃药的关系，也有比较快。跟我老公说他每次都去看小诊所都没有，但是什么没有这样，也说不吃药的好像一样，吃了吐吃了吐。然后我老公就拍气大热的，他说抽血，然后去看肾上那就萎縮了，就這樣。一開始基本上都捱唔好睇醫院，捱過來啊10個人捱唔是去看醫生。啊，比如說小感冒，去拿18藥嘅，喺小診所試嚟都好嘅咩？啊，那個幾擺啊都就蠻嚴重嘅啦。係啊，我嗌老公帶捱去，係啦，這都有就是感謝嘅啦，個係啊帶捱。所以對你下生人嘅健康嘅嘛個注意。我真的，我就是为健康有没有比较规嘛？你怎么样对你的人，以后你的人行要怎么样对，一样的道理。当你病倒了之后，没有人会同情。其实对于妈妈安尼生的，其实看到其实唔盼得啦，因为嗰时间妈妈确定要生的嗰时间吧，那一阵子，伊伫医院黑烟嘅时间，都係捱去照顧伊，嗰時間捱通，係那接受5年生吧，因為我從來就冇看過媽媽那麼的脆弱，從來沒有看過，從小到大她都是身體都很健康，啊，蠻年底就突然就是直轉機一下就直接那麼嚴重，就打擊很大。妈妈花感情改好啊，明年我推西内，去南二啊推公花，讲河南的事情。明年要4月我就要搁添的，啊加讲对天数，搁要增加也负担。伊都無認真治療，伊都無認看片，佢不顯啦，我也佢唔判得啦，安尼啊。我買到2點人吼，因為伊135啊，伊要去西藥的啊，所以我唔敢講從以前樣嘅買到4點5點啊，咁啊3點半邊嘅都開始西藥嘅，啊伊攰來幾下都7點人嘅啊，安尼啊，所以我唔判得講啊。คิดดูแล้วไงเราฝัน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แพงจนน่ะเจียวอย่างมีเยอะเจตรงไหนตัวSatu dua tiga, aku cinta kamu. Satu dua tiga, aku cinta kamu. 10個年前，一個個心漂洋過海來到美濃。阿妹嘿，當初我寫一條妹子，嗰時間我嘛唔知要寫乜嘅。啊，有一個先生跟我鼓勵講，嗰條寫關於媽媽，因為我背景比較特殊，就是媽媽係新住民，我就跟我從細嘅時間看到她，喺我心肚裡媽媽係乜個樣式，我就
等伊写出来。高爱因你伤心，高爱因你伤。平常时唔敢讲出来，啊，写的歌词里面就比较没有那么害羞了啦。对啊，那就想讲，一条狗诶就会送给你的一个礼物啦。来参加一个迄夏威夷办的课语青少年创作专辑，就迄本人家的我们这种年轻一代体验那个写词，就是同朋友说要去写词啊，就是想讲要尝试看啊，啊无想到就写来就抄个，因为第一摆抄个本来信心满满，也就想要写第一摆，啊第一摆写来就迄每组同领书落下给伊。其实我蛮唔定啊，我一本神像形象线都就是写了交出去啊，公布了，我就是原来我用条狗诶，用本神像形象线都我觉得好开心哦。我妈妈应该就会比喜欢的，就是你说你干嘛用我的名字？我觉得她心肚里还会该欢喜啦。4年前，伊嘅决心漂洋过海来到美浓，阿妹迄印尼客家人，伊倒来的都唔惊。一天送44班，就去好市场的，耳提一片土地红，落地上边。迄因为个老师有阮丽珍讲的吼。啊，娘妈妈甲伊嘛要制作诶，妈呢啊夹诶，爱讲爱快一点诶，爱比较制作个夹诶时个好看。当然，其写个欢喜啊，你暗念诶哎，然后安尼讲啊妈妈学自查诶，蛮开心，好欢喜。两个像雨杰，因为伊讲伊唔想出门，唔想出去买早餐，来甩毛。哦，真的、啊？伊就顺沙同人买啊，反正等下要出去了嘛。啊，你迄各种的同学啊，不过都还有联络。差不多各种1年生的时间，伊就讲，我以后读美容科，我一定要帮你化妆。讲到多可惜。然后他这是读美容科，也可能他走。哦，我昨天还看到，我们其实幼稚园就有在同一张照片里面。昨天突然发现。就突然怎么那个人好像丽珍，然后就觉得我们的缘分。原来我们曾经站在一起过。对，就是我觉得丽珍她就是真的就是很真的一个人，然后会让我想要去跟她当好朋友。你也是高久的，啊嘛有感情嘛够好就伊啦。有时候几乎每日都会用赖聊天，就算妈妈给发好讲。嘛，不会有时间打视讯啊，就怪无聊，买替咧就想到伊，应该算很了解彼此吧。你害羞了？因为我妈妈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也是新住民，就是可能会就是彼此的了解吧。因为之前就是一位老师说什么新住民的小孩很调皮，他就直接这样讲，然后我们都觉得。我们就是那时候也有，就是都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但其实我觉得蛮难过的。就对啊，新住民也没有怎么样啊，就很棒。对啊，免笑啦。你要把我画成日本人？
可爱的腮红。嗯，好看，好看看。很艳。啊，你说我上次穿的吗？不是，因为只有你可以穿得下，就是在印尼买的衣服。伊人爱不卡，伊如果刚来，哎，我的衣柜变出来，啊变我的丈夫来做。比如讲印尼小姐的丈夫啊，叫做伊无做过，伊就会想来做款啊，无就洋装啊，伊无尝试过的风格，伊就会拿来做款啊，因为它太高了。像伊讲。伊想象的印尼可能係上下，係咪？啊，其實常常喺本地看到，其實印尼嘛可以發展嘅。啊，都市就可能就同高雄、台北同樣，係啊，就打破他的刻板印象，就是他對於印尼僅有的想象。第一擺過去印尼嘅時節係啲嘅時候，差唔多賞心眼神嘅時節吧。嘅時節。迄個人生第一擺從鼻航機，可能降落在咖哩曼丹的一個蠻大的都市，叫做坤甸。那個地方，完全打破了我對印尼的刻板印象。嗰片有高樓大廈，有 shopping mall， 有很多賣場，啊，可能比高雄市區還更熱鬧。這樣，我就整個印象很顛覆，就很 shock。对印尼的印象，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大的转变，而且甚至会想要待在那边，不想回来。今天天气好好，跟我一样。那个片係美濃嘅永安路街，有條。这条桥叫做美濃橋，美濃橋。日治时期就已经盖好的桥啊，虽然它会有重新整修过啦，不过这条桥是一条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条桥。啊，感觉刚刚这条桥很适合拍完美照。太正常了。哎，真的这个天空好漂亮哦。对啊。他就是那个上次那个弹吉他。哦。好。你好。加油。你怎么在这里啊？不在台南吗？我要回去了。好，拜拜。哎，这是我以前喜欢的学长。你闺蜜眼光好吗？哎，可是他弹吉他很帅。好啦。我就用这一段了哦。他都不讲话。哦，他弹吉他很帅哦！我现在看到他，我还是觉得很兴奋。我妈妈也知道。你要去哪？你要去哪里？我们现在录影。还没。哎，我们要介绍这个哦，慢慢走过来以后，然后。那条街以前冇安发展啊，在近几年来，就是客委会有一个计划叫做留美计划，然后就有一些店会进驻在这边，都是经过补助，然后才在这边立足的，对。我就觉得说这条街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了，以前可能就是一个聚落，雅哈就变得比较不一样了。像比如说面包店啊，然后他们里面卖的面包可能都比较新颖，就是融入当地，融入美浓当地，比如说陈蜜吐司啊，还有个雅莲嘅吐司嘛，对啊。其實係無黑的鴉片啦，那黑高美濃高南片，那片高比較北邊，所以我其實不太了解。可是因為有在美濃市區參加一些發通啊，這條誒，那就有順勢有了解到一些關於這邊的發展或歷史。然後可能愛吃甜點，比對面。你愛吃乜嘅呀？你知道布丁？你有吃過布丁嗎？沒有哎，可是我也想吃看看布丁哎。好啊。像亞威條假鳥姐姐，她以馬黑留美計劃一個參與者，她也是
从外地回来，在这边开店卖法式甜点，造福我这种想吃甜点的。然后一个柠檬卷，还有提拉米苏，跟一个达特瓦兹。去年快毕业的时候，妈妈有跟我讲这个回乡青年创业的这个补助计划，是客委会那个补助的，就是鼓励在地青年回乡创业这样子。对，然后我刚好自己本身有对烘焙这个有兴趣。这间店已经从去年8月11到现在，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我是从小就在美浓长大，美浓在老街以前就是没有太多人潮，没有什么人会像旗山老街那么的多人会来的地方。对，然后这条街就慢慢，下面有几间店家也是申请留美计划，所以他们就推动这个计划，所以让这条老街有慢慢活络起来。这个不要，我觉得这个不要。这个就，这个很好看。头。我在准备菜，那个要煮菜的那个啦。这个要准备晚餐啦，准备晚餐，小朋友回来就吃饭，哎呀，先准备一下。所以我哋冇看，我都會加會煮啦。台灣的米絲啦，係啊，以前嘅米絲嘅都食唔慣啊。嚟台灣要看我婆婆用啊煮，要安尼學嘅啊，係啊。啊婆婆煮以前安尼用嘅人向下煮，個夾紅蘿蔔炒嫩。阿真安尼炒嫩嘅個愛食，古人哋都冇煮，因為愛鬆㗎嘛。係啊，食紅蘿蔔嗰個啊。可以ย้อน下嚟，將啲食鹽米酥安尼都可以。啊，有時間平常是媽媽冇煮茶時嘅，依家嘢就煮茶咯。啊，我睇佢係要多過奶嘅。啊，爺爺呢？吃飯呀？而且媽咪唔是按到爺爺，不媽咪啊。我嚟緊嗰個看夜生紅色。啊？我哋啱不要食飯哦，係啊，都冇講法，從叫伊落要安尼啊。哎呀，跟嘛係一個默契吧，是講呢。其次，迄片人不卡，沿路會共下食飯啊，會抬槓，應該感覺安尼嘛幾好啦，嘛唔會無聊。啊，我平常時安尼不卡食飯，安尼就愛看愛嘅書籍，啊我就看新聞。我18公花買啦，安尼呢，安尼啥物嘢，迄阿先愛買公花，啊也包都點點真實安尼，個燒安尼，從人呢開工安尼公花安尼。因為平常冇睡過晏，所以爸爸會追我。我如果我要拿面，我带他玩，如果我又不能去拿东西，拿完再回家。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回家。係啊，ngày từ ngày即係無窮學教，然後
就莫名的很爸爸做起好高，安尼乖可以，啊路线嘛无相同啊，你有没有？反正他就是很喜欢游览车，因为他又喜欢做轿车那种，反正要有轿车可以做，这样就可以满足他的这个经济。就平常时，屯爸爸唔会讲话，我教我的司机啊，伊视野差，啊无嘛给法好讲啊。平常时都安尼啊。说实在话，我们家有没有个人的这个思想观念呢？如果有什么话，他会跟他妈妈讲。不管说实在话，一天到晚哪有那么多话可以讲，对不对？要把又讲重点。因为用啥脾气都会很硬啊，有一种水火不容的感觉。就谈唔中意，啊，有时间伊讲法嘛给法爱嘛谈唔中意，就会吵。系啊，就无法度啊，该救安尼。就有一摆。嗰种1年生的时间，我唔想去补习，因为我去补习班，我都直接聊，我觉得我是去浪费钱的，所以讲我就唔想补的啊，伊就坚持讲我本来补啊，所以我就唔想补，啊伊就逼我就跟伊吵，啊规路时差的时间就规路安尼吵到过来嘛继续吵，系啊，就那时候记得吵很凶。从生个时间，妈妈从爸爸就是3天2头就吵一下。我觉得妈妈她会以为把她的悲伤就是掩饰得很好，她伊唔想爱本人敌，其实自己心里很难过，很不舒服。虽然他唔会打人，唔会啊，不过他被讲话吼。人在面前都讲啊，人骂人都真骂，真刁，人真骂人都安尼啊，佢唔顾人的面子上安尼，佢唔会。他有时候其实佢會講啊，人家脾氣用硬硬咯，唔會變軟失敗啊。我講啊，你想啊，樣講啊，就唔好同佢講話就安尼，講嘅都吼脾氣啊係安尼啊，佢講安多啊都點唔會真嘅，真嘅佢吼都冇吵冇說安尼啊。因為有嘅脾氣硬係嘛硬，用人硬唔硬，已經冇好結果啊，好冇？那你愛過你老公嗎？當然愛過啊，你現在很些時間嘛，要培養感情的時候啊，要盡量會去愛嘛吼，什麼盡量愛伊嘛吼，按你講啊，要培養感情，不過伊都冇相同。伊都當然係沒有冇嘅安尼事情用嘅，啊就係算啦。應該愛母兒冇母愛咩唔啲，佢就愛講愛咩唔啲。啊，我老實講愛是要愛過嘅，不過伊對愛安尼不是安尼吼，我哋愛放下，看開嘅，不用下啊。愛下你唔用係我唔會用，啊當愛啊係一般嘅人嘅語言，係慢慢嚟醃頭。哦，我又唔錯，我又慢慢地會因為。3碗用大的。以前也會因為因為物碌嚟，咁很多物問嚟啊。而咪係我講捱嘅嘢會，而安尼用甩流用啊。对于家里他来讲，就维持现状就好了。对啊，就其实大家应该也都差不多已经习惯了要给这种平衡，就是这个默契，所以要改变很难，
那不如现在就维持现状啊。如果以后有什么改变，那就不知道了。因为现在我就只想要就这样过就好了。离开故乡的思念，犹如何人无言。已是陌生心慌慌。路上一路唔好讀書，唔好讀書好通過呀。藝路人睇藝路好通過嘛，藝路買台卡拉 OK， 他們不是都來會唱，唔係比嗰啲會通過嘅聲音啊。如果唔會學費，唔會講假，即係話無聊會唱歌，哦，打發時間，哦，就是這樣。就阿公我要帶我出去撩妹、坐遊覽車，啊，當個又都係唱卡拉 OK， 我幾歡喜。我會準阿公跟我唱。你說你有在做直播唱歌有嗎 ？FB 臉書唱歌的啊，同人唱歌分享直播。啊，人會同我點歌的，我就會唱對啦。我看細人弟弟啊，他乖乖就好了。如果他要接半條店啊，嘛會搞也就會。反正你那邊冇讀安國的書啦，冇讀馬上人要做馬個條路咯，沒有啊，他冇。啊，你擺那個時候學時差的，因為喜歡遊覽車，就是安尼哦，開大車、卡車啊，不錯啊。我呢阿珍我個唔會煩惱，因為吼，有時間目標，有時間啲，有時間做馬個安尼咯，唔會變廢會，我個感覺安尼啦。自己未來的規劃，希望都在用嘅特殊選材來送台後。我對客家文化其實很有興趣嘅，我就有一個中山大學有一個社會學系，還蠻有興趣啊。本身蠻有在關心社會的議題，一些社會議題。本上就係新二代也有被嘲笑過，是比如說外勞歸拜堂啊，所以我當然是可以感同身受這種被取笑的心情，或者是這種被排擠的心情。還有比非的方案，我會幫這些新二代、新住民，我會想要幫他們發聲。我們都說外勞。其實叫我覺得講國際移工比較好聽，就我覺得這是給他們的尊重。我覺得他們跟我們是一樣的，他們只是不同國籍，膚色可能比較黑一點，習慣不一樣，文化不一樣，可是我們還是要尊重他們。對啊。台灣都是故鄉哎，台灣很好啊，又有健保，有病又可以不用那麼多錢。你回應你沒有錢的話，如果生病看醫生要很多錢呢，對不對？我其實我他有做安排排那個換腎的那種，我就安排。我在禮拜二也是要做抽血檢查，還要看報告看，有等待啊，在等待中啊，不知道有沒有啊你啊。如果他有安排幫野味，幫好嘅，我都可以環遊世界，環遊世界。我係麗珍，今年17歲，係一個出生在台灣的新住民二胎。雖然以前對身份有一些冇認同，不過我一下改態嘅，大家嘛對我改好，我改歡喜都係在台灣出生，我愛台灣。媽咪，那個平常你很辛苦，很照顧我們，然後很謝謝你。雖然平常我都不太聽話，我很不乖。你有時候會不開心但是母親節快到了，我跟你講母親節快樂古晉大感悟。像個孫個麗珍安山忙讀書，阿公呢會支持阿公有生之年呢，也爸做唔多，做阿公嘅呢會多佢會幫忙我認真讀大學認真上進都安尼。